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你嚟到天狼美食呢個頻道，我係杜師傅。今天同大家分享一個就係五花肉炒牛片。材料：五花肉250克，蓮藕片350克，韭菜100克，南乳3塊，紅葱頭2個，蒜頭6粒，薑片6塊，葱段適量。爆香角料頭，炒香蓮藕片。煎香五花肉。各材料燴一起，放適量嘅開水，最後放韭菜段。家常菜，惹味可口好下飯，老少咸宜，操作容易。謝謝你嘅分享，下期節目見，拜拜。